我可不想再被淋成落汤鸡，也不想被晒成小黑蛋，所以我今年提前备好了这款晴雨两用的迷你伞，给你们看我以前用的这个伞，跟这个一比就差太多了，又大又重，出门带着太麻烦。再看这把，跟我手机大小差不多，平时咱们逛街放在包里边就完全不占地方。别看它小，它用的是加粗6股纤维伞架，又轻又结实，特别抗造，大风天也不容易翻。伞面呢做的是这种油画风，颜值真的拉满了。里面呢做的是这种黑胶材质，可以抵抗99%的紫外线。大夏天的，我们站在伞下，体感温度都能凉少好几度。2个人撑呢也完全够用，关键价格超划算。现在厂家提前冲销量，纯色的只要个位数，油画风也才10几块。到了季节真不是这个价格，如果有需要的直接冲，让它帮你挡风挡雨遮太阳。